大家好，我是 KTR 公司这次合作项目的负责人胡小黎，今天就由我代表公司来跟大家做一次合作项目的介绍。这两款呢是我们公司今年新推出的代言款，叫《天使与恶魔》。这3款颜色，橙色、蓝色和紫色，相信是在明年最新的潮流当中肯定是主打颜色的。这一组，设计师采用天然丝、麻材质，并将根据其不同的质感进行叠加，色彩上呢主要凸显雨中雨后的色调。霍总，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歉意，愿我们合作愉快。希望如此。请。胡小黎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我只是想警告你，龚浩他现在是我老公，请你离他远一点。那又怎么样？男人和女人之间失去了爱情的才是第三者。不好意思啊，原话奉还。你狐狸精！谢谢夸奖。在你抢别人老公的时候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抢人者人恒抢之。乖乖等着接招吧。哎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孟总。回来啦！哎，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裙子好看吗？我穿红色裙子真的好看吗？你穿红色最好看了。你瞎呀！我穿的真是红色吗？龚浩，你敷衍我！我看你看胡小黎的眼睛可不是这样的，你眼睛都直了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你没事抽什么风啊？你吼什么吼啊？你现在居然因为这个女人吼我！我现在没空管你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麻烦你别无理取闹。好，我走。这个没什么。孟总，这是我们对 KTR 上一季度销售情况的总结。我觉得在品牌树立上，我们公司确实少一位合作伙伴来共同提高品牌的价值。那你觉得哪个品牌适合跟我们公司合作？其实除了 SR， 我们还有 Pand B。为什么我觉得你对 SR 有点排斥？孟总，无论任何计划，我的目标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让公司获得最大的利益。OK， 我相信你的专业素质和你的能力。那这个案子就交给你来做，我会尊重你的意见。大家全力配合胡小黎。好，好，谢谢孟总。老公，昨天是我不对，一大早我就熬了汤给你赔不是来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你就原谅我呗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来。哎，老公，我听秘书说 KTR 不跟咱们合作了，对吗？这怎么行啊？这可是 SR 的大好机会。KTR 跟 SR 强强联手，一定可以在业界翻云覆雨的。我离胡小黎远点，你不是更开心才对吗？哎呀，老公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老婆我这么高大上、有深度、有内涵，怎么可能因为这点小事儿影响到我老公的大好前程呢？哎，老公，我觉得咱们还是要争取一下合作，你说呢？哎，老公，你的脸。你的耳朵怎么了？你是不是在汤里放了桂皮？啊，好吧，鸡汤不是我做的，是我买来的，我也不知道啊。我只要一碰桂皮，就会变成二师兄。啊！
总很快就到，你请慢用。谢谢。小黎，我们之间有必要这么陌生吗？我们不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吗？小黎，你跟我离婚以后，我看到你变化这么大，真为你高兴。是吗？谢谢。小黎，孟总，这是我整理出来与 SR 合作的初步方案，您看一下。没有什么别的要跟我说的吗？您指的是？我不喜欢别人因为私事影响公事。其实 ，SR 总裁龚浩是我前夫。妈，哟，回来了。哟，看看你都瘦成什么样子了，最近工作忙吗？还行。你说你那个媳妇啊，好几天晚上都那么晚回家，也不知道她干什么去了。哎，我前些天好像在夜店看见唐诗诗了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这种地方是正经人去的吗？你说呢？妈，我现在就去把她找回来。这次项目能够顺利签单，少不了大家的努力。Cheers！ Cheers！ Cheers！ 我的怎么是饮料？你不是胃不舒服吗？谢谢。Cheers！ 哎，你说，上次讨厌。没有，我是认真的。跟我回家。老公，走，过来。哎，过来。你干嘛呀你？一个女人大晚上来这种地方买醉，还和一个男人拉拉扯扯，像什么样子？哼，我不像话，也不知道是谁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。当初也不知道谁勾引了谁。勾引？我最后悔的就是爱上你这种男人。你活该，你就是个千年小三的命。老公。走吧，我送你。如果刚才换成是我，看到这样的场面，肯定笑得哭出来。他现在过得真的不太好。这人呢，有的时候也不能太善良了，不应该为那些不值得难过的人难过。我是说，我看他过得不太好，我放心了。妈，哎呀，小浩，你可回来了！你那媳妇嚷嚷着要离家出走呢，怎么了到底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们俩就是闹闹别扭。哎呀，真是能作的小妖精。哎，行了。哎，你要走？你都这样对我了，我再不走，不是太下贱了吗？哎，
你要出这门就别回来。公好，既然你无情，休怪我无义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想取出全部资产。好的，孟总，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哎，一会儿下班以后，跟我去个地方。爱上推出今夏最新款，以时尚女性为主。嘘。孟总。今天我就让你品尝一下我亲手做的意式披萨。Surprise！ 孟总也会亲自下厨？以前跟一帮人住在合租房的时候，每天都自己做饭。哦。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你根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那时候的你，毫无任何光彩，就像一个要出门买菜的大妈。孟总见过那个时候的我？我看人是过目不忘的，所以你来公司面试那天，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当时我就在想，是什么让一个女人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发生那么大的变化？现在我找到原因了，那就是你的前夫。我以前把太多的梦想和人生都加注在一个人身上，对自己不负责任，对对方也太沉重了。我的转变不是为了追逐他的脚步，而是为了做更好的自己。我完全同意，但是在你努力做好自己的同时，是不是应该顺便考虑一下你的个人问题？这个嘛，我觉得比我优秀的男人应该更喜欢小鸟依人型的，而比我差劲的呢又会自卑。我想在这个社会上，所有的男人都不会喜欢比自己强的女人吧。其实小林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一个足够优秀的男人，不但不应该让自己喜欢的人妥协，相反，还应该发现他身上的特质，在爱惜他、尊重他的前提下，鼓励他发展好自己。那我想，孟总，以后你的女友一定很幸运。我们还是来尝尝你的手艺吧。胡小黎，你愿意做那个幸运的女人吗？我。
吃麻辣烫了。哎呀，这个世上还有很多值得留恋的东西，还是吃我的麻辣烫去吧。孟总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，只是没关系，我尊重你的任何选择。不过你也要尊重我的任何选择。我选择继续追求你。哎，小丽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在这个小区买了房子，过2天就会搬过来，就在你楼上。surprise。我走了。龚总，工厂来电话，问我们尾款什么时候能到。经销商也来电话，问图纸泄露造成的损失怎么办。把财务总监叫来。财务总监刘总不来了。您公司的账户被您改为和唐诗诗女士的联名。关于联名账户，银行的规定非常清楚。当时你们的约定是，联名账户持有人中的1人，只要拿着另一个人的签章授权，和财务总监一起，就可以办理转账。回来了。妈。哟，你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啊，我没事。啊，我刚刚接到封快递，是加急的，说是给你的。怎么了？说什么呀？啊，没事，就是一份公司合同。哦，妈，公司有点事情，我想回去一趟。那你小心一点啊。哥，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，吓死我了！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呢。完蛋了，设计图纸被盗走了，做好的衣服卖不出去，新款又做不出来。那唐诗诗呢？他把公司所有的资金都转走了。他怎么转走的？你给他授权了吗？你们那财务总监呢？全没了！我现在什么都不剩了。他和姓刘的勾结，把钱全转走了。怎么会全没了？你还有我，还有妈，咱家人都还在呢，我们陪着你啊。以前还有小丽陪我，现在她都不要我。小丽，胡小丽，喂，小丽姐，是我，能不能赶紧来我哥公司一趟？要出人命了！来，慢点儿。你在电话里说的那么严重，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了呢。不好意思啊，小丽姐，我这不是怕你不来吗？小丽姐，我们家现在这样，你是不是觉得解恨了？你还别说，看到你们这样，我内心就一个字儿：爽。
这么晚回来呀？哪儿野去了？前夫，慢点，来，这边，累死我了。累死我！小丽姐，问你个问题，你和我哥还能重新在一起吗？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曾说过，人呐，不能2次都踏入同一条河流。前夫，离婚了还往家里来啊？小丽，我来了。我当初就觉得你跟我哥离婚太仓促了，一切都乱哄哄的。当然了，我也起到了助纣为虐、推波助澜的作用。唐诗诗当时发动了全面进攻，让我怎么办啊？其实跟你哥分开是个最好的选择，会发现你曾经错过了很多美好的风景。这什么茶呀？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泡错方法了。我还是收回我刚刚说你有品味的话吧。哥，你没事吧？啊，起来，来，快起来。哎呦，小林，小林是你吗？我不是在做梦吗？真的是你，小林。小林，当时是他卷走了公司所有的钱，我现在一无所有了，破财消灾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再跟我创业的。我也没这个打算。小林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想和你离婚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现在后悔死了。世界上有后悔药吗？你心绪太乱了，连我都被你扰了。我是担心小黎。人间有句话，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你担心也没用。我是怕他跟1000年前一样，耐不住性子，再惹下乱子怎么办？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小黎，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小黎，你原谅我。哎呀，哥，大哥，亲哥哥，你醒醒吧，醒醒！我醒着呢，我醒着，我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咱们家公司完蛋了。你要挺住啊，哥，这不是最惨的，真的，比你惨的人多的是呢。那个老王，他公司赔了，老婆孩子跑了，他从40层楼跳下去了，脑浆摔了一地。还有我们认识的那个肖总，他更惨，他公司破产后赌博欠钱，被人砍死了呢，听说砍了50多刀，你说惨不惨？还有那个胖子郑，小丽姐，我怎么越劝他，他越伤心呢？你这是在劝人吗？
孟总。嗨。穿成这样是要去赴宴啊？这么晚来找我，有事吗？啊，我刚才在家正好看到你开车回来，然后我想，要帮忙吗？暂时不需要。他们这是要在这过夜的节奏啊！你管的也太宽了吧？孟总，有什么事情在公司不能说呀？非得来家里说？哥，这不是咱们家，我们该回去了。是怎么不是咱们家呀？啊，小黎是我妻子，我在我自己家睡觉有什么不好的？不好意思，我哥他醉得不轻，要不再让他待会儿？喝多了是吧？没事，我这儿有一个绝招。小丽，去拿2根针来，要缝被子的那一种。一会儿我给他指尖放血，保证酒醒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你呀，可别客气，扎的越多越好。这血啊，要多放点才能见效。绝对不会客气。哥，哎呀，哥，快起来！哎呀，快！哎呀，躺了一会儿，清醒多了。莲兰，莲兰，咱回家吧。嗯。Police。哥，他没你帅。有品位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最后那个唐诗诗拿了龚浩所有的钱跑路了。哟，这个女人那么狠呢。看来这个婚外情真不能随便玩啊。你是个旁观者，风凉话随便说，真要轮到你自己，可就没那么简单了吧？小黎，你该不会是想吃回头草吧？这件事情跟龚浩没有关系，都是那个女人惹到了。其实我倒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的。木鱼，你又在算计什么呢？你看，龚浩公司的业务现在到了唐诗诗的手里，但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那个女人玩男人是有一手，但玩起业务来就完全不灵了。我是一个商人，我需要的是钱。但如果我帮你，我们一起把龚浩的公司扭转乾坤，那么龚浩以后所有的合作都得跟你一起，然后再帮你赚钱是吗？这叫互利互惠。再说了，我为了你这样做，难道你就不会觉得我这个人特别好，人品特别优秀，然后你就考虑做我的女朋友也说不定啊？怎么没发现你还挺油嘴滑舌的？啊，下面就等着房本改名字了。基本上我们的交易已经成功了，谢谢二位的配合。好的，谢谢。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那我先走了，有事随时联系我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谢谢你啊，孟先生。我的荣幸啊，那我先走了，再见。再见。妈，怎么样？手续都办完了，钱呀很快就下来。那就好，有了这笔钱，哥还能再扛一阵子。是啊，走吧，上车吧。好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他就是买我们房子的那个人。是他？